music, music taxi, Hakka taxi. Hello， 炒菜、糖火锅、學客花、衝客小王出發咧！咪咪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衝客小王》，哎，嘿，羅文玉，我是羅文玉。今天呢，唱客小黃的來賓呢，演的電視劇，他明明不是客家人，可是為了學客家話一些台詞，讓人家誤以為他就是客家人。頭下該吹了，好不好？我們歡迎林宇軒。嗨。哇！我刚刚开场白里面，你就是我们要找的这种特质的人。所以呢，今天你一样就要，我觉得要有2个任务，一个就是唱客家歌。是，请问今天要唱哪一首客家歌呢？今天要唱的这一首呢，叫做《胆胎胎》。哦，胆胎胎就是胆子很大的意对思。教的客家话是哪一句？我们来看一下。今天要教的是“爱爱睡梦嘞”。我要睡觉了。很可爱哦。爱爱睡梦嘞。在片场会不会拍到3更半夜的时候，觉得哦好累，就用这句话？应该是说在片场随时都是爱睡梦嘞，应该很可爱哦。3秒就能睡着，对不对，对？直接睡着。现在我马上去这个路边去找我们的乘客上来。好的 ，OK， 拜拜。拜。 Hakka music. 今日假使唔肯坐上我哋咧衝客小王，同人哋講唔可以來味，我哋就會有專門嘅歌手現場創一條好聽嘅客家歌本堂哦。按最面我對下茶時間愛學一句客家話，阿哋擺嘅茶啤酒完全免費。阿哋下咧我哋出嚟看看來位朋友可以坐到我哋咧衝客小王。 Music taxi. 當然，嗨，你好。哇，我們歡迎請。嗨，我是宇轩。林宇轩你好，有看過我的戲嗎？有，他要去一個地方，來跟我們講去哪裡？我要去仁愛新生附近。仁愛新生附近。開始之前呢，我們會講說這個唱客小黃會講衝客小王，那你們就接着講出發嘞。衝客小王出發嘞。陳小姐本身是台灣人嗎？還是你是客家人嗎？因為我們常常找到上來莫名其妙，哎，很多都是客家人。都是客家人。對。我媽媽是客家人。你媽媽是這一半，所以你自己一半。一半。那會講嗎？那一肚西藥。啊？肚西藥，它是海陸腔。肚子餓嗎？肚子餓。哦。它是海陸腔。那真的很不一樣。我們那邊講奶龜肚雞。 奶肚雞葉，肚雞葉或肚絲謠。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啊，我們會讓宇軒唱一首客家歌給你聽，而且我覺得這句剛剛好，我覺得這首歌很適合送給他。是嗎？對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你現在是上班族，對不對？嗯。你會有遇到一些困難、不快樂的時候。對。對，所以常常就需要說，哎，不要怕，繼續，勇敢，鼓勵你的一首歌。所以這首歌叫。 膽胎胎，膽胎胎的意思是什麼？來解釋一下。就是你要勇敢，要大膽一點。勇敢大膽一點。好，那我們來聽一下這一首歌呢，完全表達，好不好？我們社會年輕人、逐夢人的這個過程裡面會遇到的挫折、磨練、挑戰、試煉，所以要膽胎胎，是，好不好？ 去亲爱的阿爸阿妹，唔讲，记着讲。声音呢，你爱胆太太，来去看看这世界。声音呢，你爱胆太太，用你俩嘿一个人生。声音呢，你爱胆太太，所有的烦恼。 去用一遍，声音呢，你爱胆太太，我爱看你笑容满面，我爱看你笑容满面，我爱看你笑容满面。好听。哇，你这样听得懂他在唱什么吗？
听不太懂。有几个字可能听。对，但你可以听到一种纯真的感觉，就一种小朋友在妈妈在鼓励他，有没有跌倒了，让太太继续往前。对呀，好，那在下车之前呢，就要学一句非常实用的一句客家话，叫做哇，爱爱睡梦嘞。我要睡觉了。那他这个爱爱睡梦嘞，那你看这个客家小草，每一次他们的插画就是会非常的传神。我们欢迎陈小姐来试一下，奶爱水梦嘞，不是奶是奶奶奶奶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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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爱爱，有标准，对，接近了，对对，得分。奶爱水梦嘞，不错。睡梦嘞，很 Q 很呀。可以哦，所以以后你不小心当我们的客家媳妇的时候，就可以这句话不能随便讲。我说媳妇怎么都可以随便，没事就想睡觉，没事想睡觉，蛋黄哥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呢？谢谢陈小姐，希望你快点找到如意的，不是郎君是工作，是新的工作，新的工作，加油，当太太哦，加油加油，拜拜。听说你们在片场啊，拍这个戏的时候，因为很无聊在等都会玩一些很搞笑奇怪的游戏因为我刚刚就在玩，发现蛮好笑的这样。就是对啊，觉得跟今今天客家天的话客家话还蛮有共鸣的，就是我要睡梦，我要睡睡觉了，爱爱睡梦嘞。那因为最近有一个贴图很红，叫蛋黄哥啊蛋黄哥他就是，好美哦，那你要用这个用蛋黄哥的感觉来讲这句客家话。爱爱睡梦嘞，想上班。爱休克吗？不错我觉得这个以后可以找你来配音呢。冲下小王，任务成功，拜拜。